今日又有一架車因為插唔到電嚟到我哋維修廠進行檢查，等我插着電腦檢查一下究竟發生咩事先。電腦內部檢測出現咗 U029 最高充電量已降低嘅故障碼，呢個故障碼係由電池管理系統檢測到電池有電壓異常而引申出嚟。電池管理系統呢，就係用唔同嘅電池模組喺靜止狀態下睇下每組電池嘅放電水平嚟評估。如果電池模組最高同最低嘅電壓超出咗電腦設定嘅數值，就會觸發電池管理系統出故障碼，目的係避免電池過充或者過放，搞到電池短路而火燭。部電腦入面檢測到最高電壓係 3.61 伏，最低係 3.59 伏，電池嘅電壓差係 0.02 伏，仲係一個可控範圍之內。要解決電池模組嘅電壓差問題，我哋可以幫啲電池做個均衡，等啲電池嘅電壓翻去同一個水平。呢個就係電池嘅均衡儀，要將電池模組充電放電好幾次，先可以將電池恢復翻正常電壓。成個過程都要幾日先至搞得掂。咁而家試下充電先，差啲唔記得添，記得留言、分享同埋點讚啊！搞掂，電壓正常翻，架車又可以充翻電啦。